再来看双北市个桃园 U-Bike 数量是比去年增加1倍半。最近嘛发现讲，脚踏车的事故跟违规拢有增加，所以3个县市交通局按算要来检讨原本的记点制度。今年7月就要开始来实施违规记点的新制度，一档来逢记3点就禁止借车14天，若是啉酒骑车就直接停款2档。靠边讲明了就让坐车，用记名票价就U-Bike脚踏车真方便。台北市每天借车的次数有16万8000次，只是骑车人变多，违规的情形也变多。有分就是骑车跟走路是分开的嘛，他可能有骑车会骑到人行道上，就会撞到这样。应该以辅导的方式，或是播出一些影片来建议行人或是使用者应该怎么去遵照这个规则去走。台北市交通警察大队统计，去年脚踏车事故死伤的人数1400多件，比前一年增加。为了要增加骑车的安全，北北土交通局重新检讨U-Bike违规记点的机制。在过去违规的人会受到监禁，以后会伫咧网站或者是 App 的会员专区内面，佮增加一个专区提供查询，包括撞红灯、车道反向、无让行路的人、徛伫咧顶仔骹、骑车时阵摕行动电话抑个载人，拢会记1点，点数的时效是1年。1年若累积3遍就停款14天，袂用借车。要不若是啉酒或者是食毒，就停款2年。参考我们之前的执行经验做一些检讨，然后把我们的那个记点纳到我们的会员条款里面然后也增加了查询的机制，还有通知的一个机制避免争议。交通局讲，在过去违规记点，因为无更新的机制，记录会一直留掉的，所以参考都交条例更新，并且会写伫咧会员条款内面，后面将会当了解规则。若对记点有疑虑，会当伫咧7天内向所属的地方交通局提出核查。记者综合报道。